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3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华航头一班类包机，站10点20分左右，载153个老伫乌北的台湾人返来咱台湾。按照之前的模式，民众到飞行机爱先体检、先消毒，了后是规批送去集中检疫所待14天。另外，今日还有另外一班类包机会继续甲咱台湾人载返来。 伫飞行机互相斗相共穿防护衫甲服务镜，要防疫作家拢无空芳。这段登来路并无简单，是由台湾政府主导的类包机，是由华航的定期班机执行任务。民众先对乌北去上海，差不多800到1100公里的路。在这位波东机场，分别坐29到30暗华航的航班登来台湾。 我们已经到达了上海浦东机场，我们也从昨天晚上5点钟到现在早上5点半，坐了12个半小时。原定29暗时7点50分飞头一班类包机，因为延后差不多1点钟才飞，伫暗时10点20分到通机场，载153个台湾人返来。 卫福部长陈时中嘛亲身到现场，照正常的包机方式，飞行机顶头民众对飞行机行落来接受发烧检查，那卡板嘛经过消毒，规班游览车拢伫等接送民众。半暝12点左右，153个台湾人全部的体温拢过关，分配去集中检疫所，展开14天的隔离检疫。3月30个一班类包机，会载各地乌北的台湾人返来台湾。 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武汉肺炎确定病例计共298例，毋过有39个人已经好离解除隔离。暂时传出咱国内有第3个死亡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证实讲，伊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就是进前带团去奥地利甲捷克旅游的领队。 台湾武汉肺炎29暗时传出第3例死亡个案，过往的第108例是40多岁男性，伊是3月7到14带团去奥地利甲捷克旅游领队，居家检疫的时，伫3月17出现发烧症状，就医18确诊，单日状况都无啥好，专案不幸过往。目前国内拢总有298例确诊，其中39个人解除隔离，3人死亡。 安那29增加15例，其中境外移入有14例，发病进前分别北去美国、西班牙、摩洛哥、菲律宾甲印尼等国，出国目的以旅游或是工作为主。安那11个本土病例，第289例是一个40岁女性，3月22出现发烧症状，家己就医3月29确诊，今仔是叫第293例因翁感染，因翁比较晚一天才发病，23出现酷嗽症状，伊捌伫3月17去葡萄牙、西班牙地团旅游，回来了后居家检疫，敢若无做防护，传染给因母，造成本土感染。要居家检疫的话。 那就请就单独一室吧哈，那不要共同一起吃饭，如果要交谈就戴口罩，隔在1公尺左右，爱他有多少就离他有多远。 另外，第284例是一个20岁男性，长期伫菲律宾工作，3月20回来，甲3月28公布第277例坐同一班班机，就伫居家检疫期间，因为身体无爽快就医，29确诊，该带做回人，当伫居家隔离。 飞机单里面的乘客本来在3月20号之后都是居家检疫，那机组人员我们也把它匡列进来。指挥中心表示，3月28日中营 BR28列旅客目前已经2人确诊，若是出现可能症状，请通知卫生单位安排就医。嘛强调检测范围扩宽，会针对风险进行采检，已经无限定旅游史。 另外，为了提升防疫强度，指挥中心计划制定社交距离的相关规定，甚至不排除有罚款，强制要求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目前全世界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4万例，死亡人数有3万多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万1000多例，那咱台湾昨昏有加15例，目前咱台湾有298例，香港有641例，日本有1866例，那南韩是9583例。伫美国这边，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4万例。美国是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欧洲的国家意大利病例数是超过97000例，西班牙已经超过
8万例，德国有6万2千多例，法国有4万多例，英国有1万9千多例，伫中东的国家，伊拢有3万8千多例。武汉肺炎伫全世界嘅死亡案例超过3万例，确定病例嘛超过64万例。疫情拖真紧的美国，因的总统川普本是要甲疫情较严重的3个州强制隔离，也毋过最后尾仔是改做发布旅游警示。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超过12万，已经是全球第一。28死亡病例就超过2000人，其中敢若纽约州就占700多人，是全美国上严重。川普总统进前拍算对纽约州甲附近的纽泽西、康乃狄克等3州祭出2礼拜强制隔离，不过受到纽约州长古莫甲地方强烈反弹，反而引起行乡甲市场混乱。川普随后解释讲隔离无必要，该发旅游警示。联邦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呼吁这3州的居民避免无必要的国内旅行2礼拜。纽约州州长古莫也宣布，原定4月28要举行的纽约州总统初选，延后到6月23。各关禁区临时病院，卖喙暗者个人防护装备，也有救命呼吸器。None of us we're planning for that apex and making sure we have the equipment, the staff, the beds for that critical need. The models say you're 14 to 21 days away from that apex, we call it. 不过医疗体系已经被砍低。爱姆赫斯特病院医生入院来状况，院方要叫冷冻卡车来保存患者遗体。规个病院只有5台呼吸器。曼哈顿一间病院的48岁男性护理师去会场过身了后，所在位医护人员指挥抗议防护装备不够，所以暗重复使用，会冒生命危险超时工作。联合国紧急捐予美国的25万的喙暗，优先发予纽约市使用。This policy and guidelines put out by the CDC is killing nurses. We already lost our first nurse in New York City. We're going to lose more. 而且就比海加利华邮轮集团旗下河美航运的上丹号邮轮，为阿根廷出发了后，船顶1800名乘客当中，有2人确诊，130人好亲像也去围着，而且已经有4个大人死亡，险正做海上拯救。巴拿马原本无要让邮轮通过18，因为人道考虑允准通过巴拿马运河去澳洲，其他健康乘客坐小型转接船陆续转移到河美航运另外一只邮轮诺特丹号。因为欧洲疫情继续真紧张，意大利18总共死亡人数破万，西班牙也有将近6000人。因为真欠防护装备，西班牙医护的感染率增加到16%。28暗时8点，警察人员甲医护暂停工作，在病院外口为共同对抗病毒，大家拍破加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是表示讲，疫情的死亡率会伫咧2礼拜内达到高峰。为着要控制病毒在传的速度，伊是要求美国人大家踮伫厝内的命令，即马要延长到4月30。The better you do, the faster this whole nightmare will end. Therefore, we will be extending our guidelines to April 30th to slow the spread. 美国总统川普除了要求大家爱延长伫厝内的命令，伊嘛讲未来2礼拜美国的死亡率会压到上悬。伊是表示讲，美国按算伫咧6月初一进前会开始恢复正常。不过进前，伊是讲伊要拼4月12，互偌济进前恢复正常。即马看起来，这个日子爱延后啊。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的助理秘书长接受香港媒体访问的时，和香港记者问讲，敢会考虑和台湾加入 WHO？ 伊是雄雄顿底。记者继续问讲，台湾这摆的防疫做了安怎？结果伊无应，只是讲即届中国是做甲真好。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又搁引起争议。WHO 29号伫官方针对台湾发表声明，强调台湾该当加入世卫组织是会员国决定的，毋是工作人员。嘛指出 WHO 甲所有面对疫情的国家合作，包括台湾。台湾人口相对较少，会继续关心当地疫情发展。WHO 对所有地区学防疫经验，包括台湾，佮强调会照现在规定，甲所有地区包括台湾，真紧的互通消息。会出现这段声明是香港电台英文台报道一段访
访问。记者甲 WHO 助理秘书长布鲁斯·艾尔沃德连续访问的时，问到敢会重新考虑和台湾加入 WHO， 得到这种反应。Would the WHO consider Taiwan's membership? Hello? I'm sorry, I couldn't hear your question. Okay, yeah. Let me repeat the question. No, that's okay. Let's move to another one then. 布鲁斯·艾尔沃德先听几秒，讲听无，再登线。记者重新连线了后，继续问。布鲁斯·艾尔沃德所回答：中国之前讲过真侪摆，真正做了真好，就继续访问。Well, we've already talked about China, and when you look across all the different areas of China, they've actually all done quite a good job. 这段访问引发风波，有民众笑讲 WHO 这条台湾都讲起啊，冇人批评 WHO， 真正是政治超过专业。中国官媒这是反击访问的记者有别的用心。WHO 是发表声明澄清，全文拢是用台湾。布鲁斯·艾尔沃德目前无回应，伊之前几落摆俄罗中国的防疫能力，佮讲全世界拢欠武汉人，若是家己感染，希望伫中国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世界详情，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真侪国家拢提出爱保持社交距离，人甲人唔通相倚。新加坡上界严格，那咱台湾即嘛按算要比照办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为着要避免社区出现感染，咱即嘛长期研究。来看《苹果日报》，中国为着要改变大家对因温暖疫情的歹印象，话讲愿意协助大家对抗病毒。也毋过即马是传出讲，包括捷克、西班牙、菲律宾、荷兰这些国家向中国买的体检的试剂拢无准，有准的才4成。中国做的喙安品质嘛真歹。来看《自由时报》，伫咧 OPEC 甲两大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甲俄罗斯，因为减产踢破面了后，4月初开始，石油生产国爱生产偌济就生产偌济，在你欢喜，所以油价可能会继续崩盘。咱国内目前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计共298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较使人烦恼的是第268例，这个第268例伊住伫北部是50外岁人，伊是一间工作室的头家，伊最近是无出国，到底互啥话着，甲大也毋知。也毋过伊捌去过新北市真侪所在佚佗，亲像是乌来也是金山，而且是拖较久才较近。新冠肺炎疫情真严重，甲28为止，国内有283人确诊，新增加病例当中有2例本土个案，第268例甲269例拢无出口史感染源，还佫调查，其中第268例情形较复杂，拖个外月，真侪摆看医生拢被当成是一般性感冒，过程中捌因为发烧送医，住院了后症状改善出院，佫发烧送医，最后病同步检测才确诊，大家拢烦恼，恐惊268例加做防疫抗胖。这个新冠病毒的警觉性要提高，就是即使没有接触史、理由史，那如果他有呼吸道症状，如果他不能够用一般的感冒解释，他病程拖久了，那就必须要做适当的检验。指挥中心表示，第268例有慢性病史，目前因为肺炎状况严重，在交互病房治疗。列出449位接触对象，主要是诊所病人、医护人员，大部分采用自主健康管理。同时公布最近的旅游数。2月29号，下午5点20分到6点54分，在金山老街跟庙口肉羹。那3月15号的下午2点半到4点48分，在乌来老街旅游购买路边小吃。另外一名本土型的第269例是观光局派驻桃园机场内旅客服务中心的男性员工，平常时工作时接待贵宾，如今确诊，机场内底工作人员真惊吓。医师呼吁病院检测爱提高警觉，有怀疑的病例爱赶紧通报，各建议民众爱有真好的卫生习惯，尽量减少甲千份人直接接触，因为有35确诊个案感染源无清楚，恐惊加做社区防疫危险因素。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国家即马拢要求讲，人甲人唔通相倚，爱保持社交距离。为着要避免社区感染，咱政府即马嘛当地研究办法。毋过有民众甲一寡生理人士拢认为讲，实际上要做有困难。
伫岛顶坑透明街帮降低吹暖手团部，是最近袂少餐厅、商场用的防疫方法。最近亲像新加坡都强制人甲人之间爱保持1公尺以上距离，啊若无会罚款或者是加金。台湾是毋是要对咧做咧？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承认有咧考虑。我们对社交距离这样的事情是在意的，一个是怎么样去执法才有效果嘛。第一个它是要一个可行，而且能够有效。亲像立法院已经将电梯分成6格，规定1格间的应徛1个人。台工会学者詹中权相当赞成，但市长的想法，佮呼吁趁疫情还未扩大进程，赶紧做才有效果。任何一个空间都应该要维持2公尺，譬如说。餐厅里面不符合这个的撤掉这几个方法，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家捷运什么这个长排型的这个椅子上打叉的方式来提醒说那个是不可以做的。你像我们桌子都减少了，损失大家都在损失，我们都还可以活就很不错了。小食摊有人支持，不过市区地下人多，有人烦恼安尼真歹做生意，也有人表示要做到开发这一步，实际上应该真歹执行。当然是不支持啊！你这样没办法拿东西给客人啊。这很难开发吧？跟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可能会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一块耶。副指挥官陈宗彦表示，要的确应推行1支手的距离，互民众维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但市长强调，细节要在研究当中，还需要更加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加向前，咱做伙来关心天气。这2天有风面伫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来看上新的分图，因为有风面伫台湾的北平，所以北部东半部天气较无稳定。若中南部是多云到好天，若伫西半部，金门、马祖是较到大雾，而且空气品质嘛无啥好。拜三开始，一直到清明的连续假期，受风面甲东北季风，还有华南喷雨区的影响，伫北部东半部水气是较高的。是湿湿凉凉的天气，不过中南部天气就真稳定。若温度的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温度回升。透早各地气温是17度到20度左右，日时北部甲东半部高温有24度到25度，中南部搁较热，有30度到32度。不过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上亲爱脱衫。拜四开始有4天的清明连续假期，伫交通的方面，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未少乡亲、未少民众拢决定讲无要坐大众运输，改要家己驶车。高公局是预估落南的尖峰时段会伫4月初2，车流量会是普通时假期的1倍半。清明连续假期为4月初2开始连续4天，代替的车票18甲拄仔卖，等到热门时段的票阁卖了，但是甲以往相比，因为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有袂少民众无要坐火车，嘛无要坐高铁，因选择家己开车出门。现在那个高铁方便嘛，但是今年就考虑到疫情，就用自己开车方便。为了疫情，可能也会自己开车吧。后怕这样子会不会担心塞车？塞车那就早一点出门就没事了。即马当时防疫的时阵，因拢感觉家己驶车出门较安全，但是嘛因为安尼，私家车拢驶出门，高速公路恐惊会出现大量的车流，因此高速公路局按算，连假的上大车流量会有128万车公里，尤其是4月初2落南的车流，按算会是平常放假时阵的1.5倍。双向跟南向的一个最大量会落在4月2号第一天，124达到最大量。大概是平常连假大概1.5倍以上，那北港的最大量可是就是会落在4月4号，会达到那个北向会达到6600万车公里，也是平常日的1.5倍左右。受疫情的影响，虽然私家车可能会增加减少大众运输的搭乘，但是旅次也会减少，所以整体的交通量来看的话，是不见得会整个都大幅的增加。为了避免塞车，高速公路局祭出连续2礼拜过路费拍7折的优惠措施，希望会当分散车流。清明连假天气嘛会无稳定，转做全台湾拢会落雨，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郭灿吴德新台北报道。来关心内政部长徐国勇甲经政署长陈家钦送法办，这是引起行政院长苏贞昌的不满。伊讲代志拢无大声通知，这嘛引起民进党内派系底相当的讲法。陈家钦日尾暗又出面，伊是去慰问警察，讲这阵防疫是做甲真辛苦。不过针对伊向送法办这件代志，伊并无加讲啥。
20日暗时，警政署长陈家钦亲身到中山分局为免同仁为因加油，搁送红包予因。这嘛是互内政部长齐国勇喊送的事件爆发了后，伊头一届出席公开活动，无要讲争议，敢有强调全力以赴。我始终如一，很专心的带领我们全国的警察同仁投入到疫情防疫的工作，还有我们的治安维稳的工作，这个始终没有变。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打气，我们会全力以赴。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收起前一天讲重话，批评齐国勇的情绪，再去甲卫福部长陈时中做伙到新增的药局，了解领取案的流程。面对争议，已经低调，敢有回应已经真严重。现在疫情严峻，所以我们防疫第一，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现在万事莫如防疫急。我们把防疫工作做好，才是国人期待。总统领导国家，什么事情都知道。内政部长要函送警政署长，因犯民进党的派系斗争的疑虑，嘛因为5.2控内阁要改组，即马当时防疫优先的时阵，任何人事的调整，拢会影响到各派系。记者郭昌吴德新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不幸的消息，这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站传出摔飞行机的意外，一架在加拿大病人要飞去日本东京的飞行机起飞了后，冲出跑道全摔落来，造成飞行机顶的8人全拢过亡。火烧个真大，菲律宾首都马尼拉29暗时传出飞机摔落意外，民众看到一架为尼诺伊爱奎诺机场要飞去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的班机，在起飞时冲出跑道摔落来。That we confirm that there was an accident that happened tonight at around 7:57 as per the information of their takeoff. And unfortunately, all the passengers, there were no survivors of the flight. 班机着火，当做3轨，机顶有6个机组人员跟2个乘客全部罹难。菲律宾媒体报道，这架编号 RPC 588的航班有载医疗物资，加一个加拿大、加一个美国的旅客，其他6个机组人员拢是菲律宾籍。Whether the aircraft is airworthy, it is. The licenses of the pilots are current. And it's a Westwind aircraft. It's a corporate jet performing a medevac from Manila to Haneda, supposedly. 调查人员来到现场采证，确定事故的发生原因。马尼拉对15开始采取封城30天，要控制疫情。机场大部分的航班拢已经停飞。这架菲律宾卫星部的包机，详细事故原因搁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日本。日本东京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一日的确定病例就有68例，搁创下新高。首相安倍时表示讲，10天内伊会提出规划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规模搁较大的方案来救经济。中国官方公布2白迄一日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是加45例，本土病例只有1例。那乌北这阵开始已经恢复空中的交通。另外一方面，香港为着要防止疫情继续扩大，即马是要限制餐厅卖食的食饭岛会当坐偌济人，而且岛啊甲岛啊嘛爱有距离。毋过这是引起业者的批评。机场内底地勤人员全部穿着防护衫，戴护目镜甲喙暗手套。乌北省在29饭店恢复国内航班，头一班护航的班机在0:06分对宜昌三峡机场起飞到福州，载着64名乘客。不过，武汉的天河机场也未复航，离乌北到北京、到香港、澳门加台湾依然是继续停飞。而会选这个福州正做恢复的首航，也是另外有伊的用意。在这一次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那么对口支援湖北宜昌的就是福建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2新增加45例武汉肺炎的确诊，只有1例是本土病例，是伫河南省。而伫香港，总计确诊挖近600例。港府为着避免疫情一直摊开，而且暗时宣布各种新的做法，包括禁止4个人以上集会。另外，餐厅的桌仔爱加1公尺半，店内底的座位减少一半。店头真无奈，有人讲这政策是赶处处，也有人讲唔知到底要安怎做才对。規定我哋都唔係好，即係實質嘅太清楚，即係都唔知啱啱嘅其實。而新加坡政府也定出嚴厲做法，
卖场内底民众爱照涂骹搭好的线排队，每一个人袂使排伤晚，爱离较开的。大楼外口的座位也搭着标示，提醒民众爱离较开。因为新加坡宣布，民众若是无离1公尺以上，相关的罚1万块新票，大约代票21万外，甚至6个月徒刑。We want to find someone for not abiding the rules is, 10,000 is really a lot. But I think they just want to scare us. Well, it may seem to be very severe, but perhaps at this time in times of crisis, perhaps what we need is to ensure that people follow the simple rules. 伫商场餐厅业者也真紧张，重新安排这个座位，甲要安怎行？因为若是民众违反规定，业者也会犯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疫情看起来是有豆豆在收煞，为着要互人讲中国是病毒的源头，中国嘛讲伊要帮助其他国家来防疫，而且也佫有卖防疫物资予17个国家。啊，毋过即嘛是风声讲，因卖出去的这检测体检的试剂不良率有8成，而且喙暗的品质嘛无好。中国疫情有变少，官媒体以飞行机载物资去各国斗3间会面，用正面报道向全世界传送。斯洛伐克总理伫机场亲身迎接为中国载来医疗物资。疫情严重法国，才收到100万个手术喙安甲手笼。如果你选对了朋友，远隔千里也是同心相应。西班牙23收到200万个医疗喙安，奥地利、菲律宾、巴勒斯坦、伊朗、伊拉克拢收到中国喙安甲检疫试剂。斯里兰卡有中国5亿美金的优惠贷款，当然澳边嘛收到200万个喙安。We are ramping up our production. We're converting new production lines, but this needs several weeks. We are grateful for support from China. 相关新闻讲，中国向全世界发送派遣医疗专机甲团队帮助意大利。按过疫情严重意大利，是有真侪记者发现，这物资毋是免费。意大利前通信部长加斯帕利伫网络批评中国制造谣言，革命外交部长路易吉迪马尤无讲管理物资毋是免费事实，呼吁欧洲其他国家莫去中国骗去。马来西亚嘛向报道讲收到中国管理喙安，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魏家祥澄清讲上马。中国外交部长发言人金爽25表示，全球上无17个国家甲联合国向中国签合约买防疫物资。分析家指出，美国目前伫对抗疫情的考战中，川普把几落摆将新冠病毒叫做中国病毒，双方对此有真侪争议。中国伫这个时期点用喙安外交甲各国拍好关系。用光媒体报上自身的形象，要用全球新的领导者的姿态发言。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援华政策研究员鲁马利认为，美国伫川普领导之下，未当提供国际实际回应。中国政府这个时阵，就趁机会要改写对新冠病毒讲法，转移各国对一开始隐瞒疫情批评，变做一个对疫情反应相反。或者是比中国的准备较无周全国家的救生。鲁马利认为，这款策略对部分的欧洲国家，敢若是有发挥效果。有学者认为，中国这做法帮助各国改变因是疫情发源地形象，嘛袂当互各国伫看待中国维护讲话集中有决定性改变。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认为，中国即马有比喙安外交更较重要代志爱做，就是进行讲话方面重大改革。包括一直以来，互国际社会印象无好的食野生动物习惯。另外，若是中国互民众言论自由，伊会帮助会更加受到欢迎。包括北京禁止已经过往的医生李文亮一开始对这摆疫情的提醒。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真侪国家拢要求因的民众袂使出门，爱踮伫厝内。毋过欧美是真死惊讲囡仔在做生日的时，会互囡仔邀请伊的好朋友去厝内做伙开 party。若即马要安怎？为了袂互囡仔失望，即马嘛有团体用视讯、用网络的方式开生日的 party， 要实现囡仔的愿望。 Put your hand up, just like at school, or give me a wave if you have a question. But don't worry, I can see all of you. 囡仔对爸母真专心看荧幕中的艾莎公主一声跳舞一声唱歌。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英国自3开始要求全民居家隔离，要为囡仔做生日，有家庭决定用视讯线上办生日 party。 Happy
Harry started asking us in December to have a frozen party, and we'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it, counting down the days since at leas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So the fact that we managed to have one was just unbelievable, and the fact that you have one that was so special that no one's ever done before was brilliant. 银幕中看到几对爸母甲囡仔同时伫另外一边斗阵互动，3岁查某囡仔维多利亚为朋友庆生，也真欢喜穿艾莎公主的衫，对话剧演员斗阵耍乐器。Normal parties are at somewhere else, not at home, but if there's germs crawling around, you can't go outside, so we have to stay indoors. They weren't as distracted because when you're at a party there are balloons and things happening all around, but they were really focused. I guess they're very used to looking at their screens. 话剧演员认为，有的确是囡仔惯势看荧幕，互线上庆生会办甲真闹热，囡仔专心线上表演，互这场因为疫情才有的特殊庆生会成功结束。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咱国来关心新北市有一对姓江的翁仔某，居家检疫第4天就走去金门，按算要用小三通的方式去中国，结果2个人互抓到了后，罚款15万。即马14天居家检疫结束啊，结果伊罚款无纳，转走出国啊。你都签名了，你还不知道？你都已经签名了。明明爱居家检疫的翁某2个人刷挂行李出现伫金门，准备透过小三通到中国厦门，毋过遭到移民署警员抓落来。住伫新北市的姓江翁某1月初2为中国转来，爱居家检疫14天，2月初6因想要为金门闯关，阁被开罚15万，毋过罚款拢无交，就伫2月19要坐飞机去中国。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决定扣押2人接受保险。那我们调查他名下是没有不动产，也没有车子，那2者都有投保保险，所以我们已经发文去扣押他的保险。那至于他名下有没有存款资料，目前为止是看不到。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表示，卫生单位伫交钱期限到期了后，3月16会将这案件移请执行。不过，因为姓江翁某明显讲是拖延搁趁机会离开台湾，已经将2人限制出境，只要应当的台湾都爱交罚金，才会解除监管。我们发现他显然对于违反居家检疫而被开除罚款这件事实，他显然是没有想要缴纳，鲜有逃匿之余，所以我们已经依法在109年的3月18限制出境。根据行政执行署的统计，全台已有275件违反防疫规定被罚，伫台北、桃园、新竹拢有开罚100万的个案，不过拢无交钱，假使无伫期限内底交钱，拢会强制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全台湾当地居家检疫也是隔离的人是日头增加。台南新化分局创全国大省，要利用无人机将防疫物资送到民众的手头。那台南的消防局嘛，伫省大病院斗3工之下，即马设防护面搭，要保护消防人员的安全。面对意识无清的伤患进行运送演练，消防队员一定要戴目镜、喙掩等标准装备以外，台南市消防局伫省大病院医生的协助下，设计出防护罩，提升专人救护分队的勤务安全。2个铁架跟一块那个塑胶的透明布去构成的。那我们主要构思就是要方便消毒，然后方便安装跟方便开线。利用铁架和塑胶布，甲发烧有气管症状的病患隔离伫内面，减少救护出勤和医师病患接触。同时嘛，制定出消毒清洗的流程，由专职分队试办评估使用效果。另外，伫新化分局更加是创下警方的头一个演练警察局分开办公，又通过无人机操作证易考的环境，伫无隔离衣的状况下，运送喙掩等防疫物资。这些抗疫的物资，包括有口罩，还有酒精，还有那个耳温枪部分，以免人与人民众与民众之间在第2次传染。避免业务因为疫情扩大，无法度顺利运作。无人机运送物资已经事先部署完成，1公里范围内拢会当送到。警方会透过这种方式协助相关的单位，把物资送予居家检疫隔离的民众。记者李秀文、赵冠台南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屏东中地甲盐埔有交界的所在有一间
对肥场，长期落防检举讲头排垃圾水附近臭毛毛，啊，毋过业者一直拢无改善。附近的乡亲即马是用空翕机来翕，结果真正有影翕到讲因在头排垃圾水，环保局即马表示讲一定会来罚。怪手伫雨罩内底一直敲着这青菜水果皮的喷，不过民众过去就捌检举，这是无合法申请的农业设施，就是一直放着这物件，实在是有够臭的。逐工下早来做工课哦，就是臭甲人都无知哦，直接徛啊。阮兜都住伫遮附近尔，迄窗仔门只要若一拍开安尼哦，规间厝内底臭甲要死。那这青菜水果皮的喷是臭甲互民众挡袂牢，半暝附近的砖仔头也定是臭味真重。民众超工用空翕机来翕到对池场有废水流出来，而且甲废水池挖较大，互废水头排到附近的沟仔，造成更较大片的污染。里面的废水池，它接水管，那直接把水管的水疑似把它引到它旁边有新挖的水沟，那再由新挖的水沟再排到它后面的灌溉沟渠。民众讲，3年来已经发现对肥场5摆换这头排废水的方式，根本就唔惊犯法。屏东县环保局讲，这业者确实长期有臭味的问题，会继续改开发，辅导业者改善。那确实在塘边发现有一个小洞有疏漏废水的一个状况，是有这一个私自将废水池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会依法来做开罚。环保局讲，102年到即阵，对肥场因为臭味也是水污染这问题，总共罚26件，采罚金额是101万。即阵环保局正伫培训批臭味的专业人员，未来用随处理调查臭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咱国内的花草即马外销嘛受影响。这3月份的订单减去3成，或者花农强要挡袂牢。高经济作物，民众俗称的“好好花”，全台以高雄内门正常做。原本3-4月是用花大价，不过即阵受到疫情影响，主要外销日本，毋但订单互取消，航班减少，空运费用更加是起了3倍。尽量嘛是转移伫海运因为海运的整个时间拢有较长，所以讲生产会较济的时阵对农民嘛是一种时间慢落来，嘛是一种损失啦。好好花年产单2亿是国产花蕊外销的前5名之一，这阵外销受阻碍，国内因为农历3月马祖时日庙市用量大，价销也算平稳。不过整体来讲，依然减少1/3。去年来讲，这个时候神明生日很足济的时阵它是价格蛮高的啦。这个时阵因为大家拢无要做大型的活动至目前大概有掉在1/3。而影响全面更较大的兰花，去年国际兰店促销，订单拢无来。去年第2季台湾兰花出口产值大约是4700万块美金，今年是直接差一半。我们对于后续的那剩下的5成或3成的这些订单呢，其实我们也很不乐观，因为现在的整个市场的供需趋势大家都讲不准，只要疫情它没有消缓，那我们现在仅存的3成可能也会全部都被取消。后面的疫情一直摊开，花伊个毋是民生必需品，有过4-5月情形可能更较歹。若是放弃出口转入国内市场，量伤多，伊会甲这价销诱来。农委会要用这纾困贷款补贴空运费用，推广民众甲庙市多多采用花蕊，帮助花农渡过疫情难关。记者综合报道。那家己落草的西瓜，即马当地大出，办西瓜节嘛已经办13档啊。毋过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西瓜节规模嘛高不涨求水啊。从中间切，把西瓜破开，内底摆甜的瓜仔肉。目前嘉义县鹿草乡的西瓜当着时，各地来买的民众是一粒一粒搬上车。这本地种的沙坡地啦，北江溪的西瓜有名，赞啦。即摆着时就对啊。哎呀，当大出当好食。鹿草乡举办西瓜节行销农产已经有13年的时间，但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乡公所缩小规模，只举办农产品的销售。瓜农表示，近期因为天气温度落差大，所以今年的收成比旧年较歹。加在年菜落雨少，所以甜度有提升。暗时只是3度无啥差，拢差10外度，迄瓜的生长较去拔落皮啊，瓜大较袂大粒，安尼产量就较歹啊。原本乡公所嘛考虑停办所有的活动，但疫情已经让北部大半的销售情况无好，
所以由员决定要伫乡公所头前的广场举办展售会。在这个疫情的冲击下，反而是来增加较空旷的所在，行咧、看咧，帮我们的农民互因加赚日子啊。嘉义县政府表示，绿草培养瓜仔仔技术全国知名，提供全国80%西瓜种植，希望民众会把握这段西瓜大出的时间，来购买品质优良的在地农产品。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去南投，讲到南投的伴手乡亲会想到啥？南投市公所即马是甲南投酒厂合作，甲在地咖啡豆啊浸伫威士忌的烧酒内底，研发出有酒香的咖啡，咱做伙来啉一杯。甲酒桶外口的铁壳撬好开，浸了真久的咖啡汁流出来。掀开酒桶盖，威士忌的香气是满四间。负责研发酒香咖啡豆的专家甲人员是拢真激动。香气的部分其实是还蛮特殊的，连我们的发酵液体酒的部分，其实都还有一点咖啡的果胶的香气在里面，所以我们还蛮乐见后续我们整个完成之后的成品的一个结果。为着改变大家对南投伴手礼只有南投意面的这个印象，在地专门卖咖啡的头家就建议南投市公所也有在地酒厂做伙合作，研发有酒香的咖啡豆，专讲甲南投在地生产的咖啡豆啊，也有南投酒厂生产的威士忌结合做伙，展现研发的创意。酒香咖啡的后置处理，其实我们选择了一条跟哥伦比亚那边不一样的路。那我们主要是希望透过咖啡的生果在橡木酒桶里面，然后跟酒，还有另外一种是酒跟水，它们两个不同的一个对照，我们希望产生出不同的一个风味。农委会地改场的人员表示，这发酵过的咖啡豆会搁再拍好打，这个豆豆啊试口味，望未来会使试出让人难忘的咖啡味，正做南投新的伴手礼。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伫南投全国海拔上悬种菜瓜的菜瓜园是伫南投的溪地乡，整个面积有45公顷，热天产量是占全国的一半，严格遭受病虫害。即马台中的农改场改良了后，对抗病虫害真有效，农民望讲，即个热天会当有好收成。目的就是讲，即个纸唔好去挑，伊自然3个月就分解掉伊，后3个月分解掉。业者详细介绍一款新品种的菜瓜仔啊，要安怎种，爱注意啥物？农民为做伙，大家拢听甲真认真。南投溪地乡的头社武田地区是全台湾种菜瓜海拔上悬的产区，热天大出，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不过因为病害、正热冷气影响收成，农会找农改场斗阵来改良新品种。就是双一这个较耐水啦，所以讲咱今年咱农会吼。再来选择双一来接税咱这个米人，来互咱的农民来种看卖，是不是增悬因的产量？这款接过的仔啊，一张的价小比无接的加10块，这届农会80万块，要甲农民斗烧天，一张补助3块。近日啊，农会头社分部已经发出第一批，望助赞农民提高产量。进前提供农地试验的农友表示，这款改良过的仔啊，有影较袂着病。伊这接的伊伫我也捌试过吼。是接了接的吼，啊无死啦，啊若无接的吼，死真害安尼啦。无接的是8块，伊是安尼再加10块，但是咱一丛较慢死的，一丛啦加挂咧2条，咱就成本就起来啊。溪地才有45公顷的菜瓜园，改良仔啊试种的结果，病害影响对50%降到剩3%。农会出钱烧天，台中农改场出技术斗烧天，都是要和农民做伙，去互溪地乡头社武田地区土质较淡、环境的温度较特殊的天然条件。农民嘛真期待这个热天会当有好收成。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救活都市甲增开的医疗水准，阳明大学医学系学生是专工到屏东的三地门日照中心去参观访问，进入部落要了解部落的需求。花枪花，嘴内暗念数字，百万族的原住民伫咧志工的陪同之下，徛起来，搁坐落来，加强体力。这就是屏东县沙地门乡德某生活技能中心来了未少医学系的学生，因为未来因有机会以公费生的身份入来部落，投入巡回偏乡医疗的服务。之前没想到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能就是偶尔来这边住着，或者是不同专科来巡回的方式。毕竟未来都会有那个机会，可能都会来这边，都是
run 个几年这样子。屏东基督教病院表示，生活医疗服务计划伫咧武大乡、三地门乡，也有马家乡实施要外20年。为着让部落的族人伫咧看医生这方面会使更较利便，卫生所也特别借这个机会整理人来看诊的资料，也甲需要进一步治疗或者是检查患者转进去其他的病院。等到患者情况稳定了后，再个转转来卫生所，让患者会使有更较较全的医疗照顾环境，也整合在地的医疗资源。现在平均每一年有600诊次的一个专科诊次，那巡回医疗通过卫生所的提供巡回医疗已经有2000次的一个次数。那因为这些量能，我们也看到圆山的居民能够得到适当的、适切的照顾。为着让住伫咧庄卡的民众会使享受和伫咧市区同款利便的医疗资源，同一个时阵也提升族人留伫咧部落看医生的比率。阳明大学的医学院院长希望学生透过这摆实际接触部落，了解族人的需求，未来若正做公费生，才有法度伫咧服务中认识医病关系内底互相尊重的道理。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生活当中的字条纸，你会用什么纸来写？台南的奇美博物馆甲日本有牌的字条纸做伙推出一款，讲是世界上水的纸条啊！毋若纸水，你到上尾一张，也个人看到奇美博物馆出现。伫一张一张的便条顶面写字，慢慢啊会出现一层一层无同的色水，这就是使人惊喜的所在。因为用到尾啊，你会使看到一座伫树林内底的博物馆。用纸雕刻出来的奇美博物馆，随甲连条仔和厝顶都卖出是真的。这也是台南奇美博物馆头摆和制作世界上水便条的日本牌子联名合作，因新推出的纸雕模型便条，一盒有105张，每张拢有无同款的雕刻。那你在透过这个使用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小的惊喜。你可能可以突然发现清美博物馆外面的阿波罗喷泉的一个纸雕的图案。这款便条除了会使写字，佮通凹起来踩伫桌顶。这种特别的设计，就是希望让使用的人伫写了的时，嘛通留落来做纪念。概念来自于 memo 跟 memory， 就是你曾经来到这个地方旅游，那你再把这个礼物带回去之后呢，你透过它的使用，你天天会想起这里美好的回忆。红讲是世界上水的便条，过去因嘛有做过日本的清水寺，同款真受欢迎。这届甲台湾的建筑结合美学和雕刻，也让人看到便条纸美丽的新用途。记者综合报道。若新竹市即几冬伫学校内底去社区的共读站，嘛伫新竹的建工高中，即马内底嘛有啊，嘛已经启用啊。即款的内底是亲像册店同款的设计，互学生囡仔甲社区的民众会当伫迄个所在看册，嘛会使看艺文展览。新竹市立建工高中的社区共读站正式启用，这间图书馆开300过5万起做，拢总设计6大区域。这若有册当读，佮有艺文展览通看，就是望学生同齐学习。到顶交流有7个区块，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期待的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图书馆的更新，我们的图书馆是有生命的图书馆，因为课程会跟着图书馆一起进步，一起往前进。甲传统的图书馆无同款，建工高中的社区共读站，毋仅仅是囤书、藏册的所在，建筑设计师根据学生的需求，落去美化环境，图书馆雅致有气氛，让学生更加介意踮遮看册。调查过顾客的一个需要，以及很用心的做了最好的设计美学。一方面落实新校园运动里面所有的设计以顾客的需要为主，那也以孩子的需求为主，所以我们这边所做的各项的主题区域都有经过顾客调查以及顾客一起讨论。现时为着要甲空间运用甲更较好势，学校拢会甲社区同齐发展。这个社区共读站毋但提供学生学习，未来嘛会开放予社区民众，予附近的居民做伙使用学校丰富的图书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导演魏德胜因为海角7号这出电影抢红，伊嘛一直有新的想法，想要挑战大规模的史诗电影台湾3部曲，要展现
17世纪的台湾，而且按算要保存拍片所起的场景，发展做历史文化园区，要互代代拢通了解咱台湾的故事。顶真的精神，使人钦佩。下午9点，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节目，带乡亲做伙来了解魏导演拍片的美美角角。一群人跟着魏德胜导演的脚步，伫看起来荒郊野外所在，要来找适合拍片的地点。前面这边它现在是弄成这样子，但是我们等它填好之后，我们要拍的时候再请他把它整个打掉。一天来上山下海，找找几落的地点，这是魏德胜导演为着当咧筹备的新电影《台湾3部曲》。电影内容主要是以400年前的台湾为主，要来翕出当初伫17世纪大航海时代台湾伫国际上的角色。咱本来就是个海港啊，对海港是做贸易开始的。啊，咱伫个17世纪本来就是一个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是啥物叫大航海？就是全世界第一届交流。啊，迄个时代咱台湾有扮演角色，毋是无？咱有扮演足重要的角色安尼。嘿，对。所以我最想要甲足侪台湾人讲，咱的开始是遮尔精彩哦。台湾3部曲发生的时间地点就是台南，电影内上大景当然爱打伫台南。魏德胜心内嘛有一个真大计划，要保存片中打造的历史现场，发展作为历史文化体验园区。味道伊当然是想讲，伊对这个土地有个使命感，啊，对咱台南吼，尤其是台湾第一城、第一个都市。哦，有一个这个梦想伫遮，所以咱就来帮助伊做这个梦想。啊，当然，片面伊愈行啊，就包到啊，所以咱就一定要甲斗相共吼。我头讲，不管行政上的斗相共，建设上的斗相共，财务上的会甲斗苦斗少。正式甲台南市府签约，魏德胜嘛定义将伊的压力派伫家己身上，但是不管有偌困难，魏德胜拢会想办法完成这个计划。除了要建立一个会当纪念台湾的园区，嘛希望台湾人了解咱有真水的过去。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26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